設計唔係就係得張靚圖，而係由第一句對話開始，到最後一粒層板的都跟足俾客人。我哋係現時設計，一對人一條心，做好單位交俾客。我哋係一間設計同裝修工程一條龍嘅服務公司。我哋嘅設計師擁有超過20年經驗，專注打造有質素又實用嘅生活空間。從設計出圖、選擇材料到正式施工，最後驗收，全程由同一班人由頭跟到落尾。我哋唔單止做設計，我哋仲負責實現呢個設計。開工之前，我哋最重視同客人嘅溝通。除咗報價單要清楚之外，設計師仲要詳細了解屋主同屋企人嘅生活習慣、擺位要求、收納需要、budget 預算、材料選擇，同埋裝修期間需要注意嘅地方等等。我哋會建議客人將最重要嘅項目放喺前面，例如漏水、防水問題、廁所、水電等等，呢啲一定係首先要做嘅工序，之後再兼其他室內設計。有啲嘢係必須要做嘅，唔可以慳。budget有限就要有優先次序。呢啲前期溝通其實係雙方建立信任嘅開始。我哋好重視客製化，每一位客人都有佢哋自己對屋企嘅裝修要求，我哋都會尊重客人嘅喜好，再轉化為實際可行嘅設計條件，完成度身訂造嘅安樂窩。例如要做寵物空間，就會設計專屬嘅寵物動線，選擇易清潔、耐刮、耐磨嘅材料。如果客人養貓，要加返隱藏式嘅貓砂盤、家電位同埋窗邊貓網。如果屋企人係長者，我哋就會做無高差地面，以免老人家棘親腳跌低。地台用料方面以防滑為主，門同門框要加闊，浴室要加扶手，夜晚有路口小道光等等。小朋友友善方面就會特別注重圓角防撞，插咗保護同安全收納設計。屋企有唔同嘅家庭成員，室內設計同規劃就係要考慮晒全部住戶嘅需要。我哋係 Design and Build 一條龍室內設計同裝修服務嘅公司，一 team 人一條心，做好每一單工程，由頭跟到尾，有承諾有保養。整個流程係客人查詢，我哋安排同設計師見面，由設計師了解客人嘅需要同埋生活習慣、設計風格喜好等等。之後設計師會做平面規劃圖、仔細裝修 budget 預算同埋材料預算表，設計師準備好呢啲基本資料，再同客人仔細去解釋翻具體嘅內容。呢一啲服務都係免費提供俾客人嘅。客人確定訂單後，再出 3D 效果圖同 VR， 之後就正式施工。最後完工交翻單位俾客人入住，設計師同工程監工全程跟進，師傅班底一致，可以保證交貨標準穩定同埋質素。3D 同 VR 都係我哋好重要嘅一個 step。我哋會用 3D 同 VR 將整個單位嘅設計風格、家私擺位、裝飾搭配、光線感覺全部模擬出嚟，客人可以一目了然預見自己單位完成後嘅效果，唔使估下。選擇瓷磚、地磚、地板或者其他貴新材料嘅時候，客人可以完全參照 3D 設計圖去揀，避免設計師同客人之間溝通嘅誤解。好多客人表示見到 3D 同 VR 先至真正明白自己想要乜，之後改動都會少咗好多。最大分別係我哋係設計師同工程監工由頭跟到尾，設計同施工保持高度一致性，而唔係分開2班人、3班人去完成。我哋每個工序都有影相同拍片做記錄，工地仲會貼滿 3D 效果圖同埋仔細嘅施工圖，做足工程記錄。完工後仲有跟進服務，最緊要係公開整個施工過程俾客人睇，由拆卸到完工都有仔細嘅工程記錄，客人大可以放心。呢啲工程記錄亦幫助我哋公司日後去 follow 維修同埋保養。我想同準備裝修嘅業主講，裝修係人生大事，一世人唔會做好多次，一次起最多2、3次。首先要排好優先次序同埋 budget 預算，唔好淨係諗住一味平或者價低者得，質素標準都好重要。最重要係第一次同設計師見面就盡量講清楚自己嘅要求，如果心目中有明確嘅預算，都可以開心見誠。大家研究下做唔做得到，前期溝通做得足，之後嘅整個過程都會暢順同埋開心笑。由第一次傾偈到交時入伙，見證每個細節變成你嘅日常，可以幫你由蝸居走到理想嘅家。呢一份成就感就係我哋堅持做好設計嘅原因。所以如果你而家準備要裝修嘅話，歡迎嚟揾我哋報價啦。如果想睇多啲我哋嘅案例，可以入去以下嘅連結，有大量完整案例可以俾大家參考㗎。我哋都期待同你傾傾你嘅 Dream House。